自从2025年4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诚做忠心的仆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10章第1节到18节。耶稣佮对门徒讲：有一个人真好业，伊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对主人检举即个管家浪费伊的财产。主人叫伊来，甲伊问：我有听到你即个代志，到底是安怎？你所管理的少仆交出来，毋互你搁做管家。迄个管家家己想讲，主人要甲我试头路，毋互我搁做管家，呾我要安怎？举低头无气力，做乞食嘛惊见笑。呾我知着安怎做？无做管家以后，才有朋友通甲我收留。管家就将主人的这务人一个一个叫来，甲头一个讲：你欠阮主人偌济？伊应讲100桶橄榄油。管家甲伊讲：你的借条伫遮，赶紧坐落来，甲伊解50。管家搁甲另外一个讲：你欠偌济？伊应讲100石糜仔。管家甲伊讲：你的借条伫遮，甲解做80。主人保将即个无老实的管家做了真巧，因为属世间的人处理世事，比属光明的人较有变巧。耶稣继续讲：我甲恁讲，着用不义的钱财为着家己结交朋友，安尼钱财无去的时，因会接纳恁入去永远徛起的所在。对真细项代志忠实的人，对大项代志嘛会忠实；对真细项代志无老实的人，对大项代志嘛袂老实。所以，恁对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，啥人要将真正的财宝交互恁？恁对别人的物若无老实，啥人要将恁的物互恁？无一个仆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，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。恁袂当同时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钱财。遐个贪财的法利赛派的人，听到耶稣讲这个话，就甲伊踢笑。耶稣甲因讲：恁这个人伫人的面前自称做义，毋过上帝知恁的内心，因为人看做尊贵的，对上帝来看是通厌恶的。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到施洗者约翰结束，对迄时起，上帝国的福音就传出去，人人拢硬要挤入去。毋过，天地消息比废除律法的一话搁较简单。无论什么人，离伊的某去娶别个妇人人，就是犯奸淫；娶互人离婚的妇人人，嘛是犯奸淫。诚做忠心的仆人。近年来，台湾的诈骗事件常常有新闻，袂少人受骗受害。根据内政部公布的2023年诈骗案件，前3名依次是假投资、假网络拍卖、甲解除分期付款。其中，投资欺诈所造成的财产损害已经连续3年排行第1名。人对金钱的使用方式，其实也反映出人对生命优先次序的看法。英国神学家汤姆赖特伫《路加福音》
敢真正是安尼？册中讲到财富涉及的，其实是忠心。钱并毋是一种财产，是一种信任。路加福音16章第19、第9节记载耶稣讲的后变巧的管家的譬喻，对真侪人来讲，哪像无容易理解。故事中，财主甲少仆托付互管家，原本这是因为信任交付的职务，管家却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互主人受到亏损。因为安尼，主人甲管家叫来，准备要甲伊开除。当管家走头无路的时，伊伫内心问家己要安怎是好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。伫最后关头，管家决定最后一次代表主人去找债户，对债户施行怜悯，免除因的部分债务，甲债户建立友好关系，互家己日后通有退路。当主人听到即个代志，煞称赞迄位管家，毋是因为管家的无老实，反倒是学了伊后变巧，知影为着家己的将来大生做好准备。这个爱钱的法利赛人听到即个譬喻，却无掠做好决定，就讥刺耶稣。对法利赛人来讲，土地财富象征上帝的祝福，拥有愈侪等于受祝福愈侪，所以因看重安怎为家己累积财富，希望互看做是受祝福的人。无拍算，因煞成做不义的管家，互上帝的名声受亏损。这也是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基督新教所面对的挑战。拥有财富等同是用神益人的思维，反倒互咱落入毋知影是咧服侍倒一个主人的困境。耶稣提醒咱，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一个人袂当同时做上帝的仆人，搁做钱财的奴隶。上帝看重人的内心，搁较大过法利赛人所关注的守律法和得财富。因为人看做尊贵的，对上帝来看是通厌恶的。上帝所想的，亲像即段经文共款，超过咱的常识所会当理解。上帝看重的用神益人，是运用金钱，互人得到帮赞，甲人有合宜的关系，搁因为安尼感谢上帝，甲上帝建立关系。一个忠心的仆人，需要去了解主人的心意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回应上帝的托付和信任，成做伊忠心的仆人呢？伫运用金钱的时，咱应当思考，咱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上帝的心意是无？或者是咱无小心也成做钱财的奴隶呢？默想，我对使用金钱的观念，甲圣经的教导有甚物异同？我对使用金钱的观念，甲圣经的教导有甚物异同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看重我，托付我管理钱财的职分，求你互我有智慧，明白你的心意。照你的旨意，善用金钱来用神益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